儿童集中营。中国当局将数百万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在集中营里非法拘留，与此同时，将已成为孤儿的孩子也集中在所谓幼儿园，其实是儿童集中营。你所看到的就是一处儿童集中营内部画面，这里整天受到严厉保护，孩子们只能接受汉语教育，与外界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了。儿童集中营的周围环绕着高墙和铁丝网，也受到严密保护。民族观点协会为东突厥斯坦行动起来。伊斯兰社区民族观点是欧洲最大的穆斯林土耳其协会之一，计划下个月在许多欧洲城市举行反对中国对维吾尔族待遇的抗议活动。该组织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中国正在违反国际人权法，强迫维吾尔人离开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将家庭分开到集中营。他们以为东突厥斯坦行动、为人类觉醒为口号举行祈祷、送信等活动来提高人们反对迫害的意识。苹果怀疑工程师涉商业间谍，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向三藩市联邦法院提交起诉书，指苹果公司去年夏天聘用的一名华裔硬件工程师涉嫌做商业间谍。中美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之际，美国在揭露与中国有关涉及商业间谍行为的案件。美国联邦调查局正起诉一名苹果公司的华裔工程师，涉案人被指入职短短半年间，涉盗取逾2000个关于自动驾驶汽车项目的机密档案，意图将资料提供于一家中国竞争对手。中国运营半价承建大马东铁项目，在马来西亚宣布取消造价200亿美元的东铁项目后，传中国愿意将成本削减近半，但结局仍不明朗。马来西亚经济事务部长曾表示将取消由中国国企承包的东海岸铁路项目，但现在又传出消息，中国愿意将造价200亿美元的东铁项目成本削减近半。据知情人透露，马来西亚政府数名阁员有关这一项目的说法有些矛盾，使得这一项目的结局仍不明朗。总理马哈蒂尔尚未决定重新审视和停止该项目。欧洲议会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上周，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国民议会议长胡安·瓜伊多自行宣布为该国临时总统。欧洲议会宣布承认瓜伊多是事实上的委内瑞拉国家元首，加剧了伪国社会主义总统马杜罗的国际压力。周四，欧洲议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特别会议上通过一项法案，承认委内瑞拉国会议长瓜伊多担任该国临时领导人。该法案呼吁立即停止该国现有政府的侵犯人权行为。